作為沙田友啊，如果想近近地揾宵夜食呢，我就會第一時間諗起大圍啦。但係除咗大圍之外，點解好似冇乜選擇嘅呢？原來一杯沸水嘅背後係隱藏住城市嘅秘密嘅。嚟到大圍火車站出邊啦，而家係夜晚11點，仍然係有唔少嘅鋪頭排晒隊嘅，有小食店啦，有飲品店啦，仲有啲粉麵檔添，有啲去到凌晨2點先至收鋪嘅。但係究竟點解全個沙田區係得大圍特別多宵夜嘅呢？其實城市規劃係好大影響㗎，因為沙田嚟講，淨係得大圍村仍然係舊市區嘅發展模式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有舊樓，咁個地面有地鋪啦，咁所以呢啲鋪頭可以開得夜嘅，亦都有傳統上行街嘅感覺。相反呢，日頭最旺嘅沙田市中心就以商場為主，商場閂門之後，連鋪頭都要閂啦，所以宵夜嘅選擇就少好多，人流就自然聚集喺大圍啦。而且大圍村都係一個天然嘅中心點，吸引到美林村、美田村，以至係新翠同龍鄉嘅居民嚟度。睇下咧，夜晚返美田嘅小巴幾多人排隊就知道啦。凌晨12點，小巴尾班車之後咧，就會有越嚟越多嘅的士排隊等客咯。咁我近排咧，大圍夜晚嘅人流比起早2年就真係多返唔少嘅。不過就梗係冇疫情前咁多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咩宵夜推薦嘅話咧，不妨喺留言嗰度開心 share 啦。